两个乡镇的距离有偌远？鹿港甲福兴这两个隔壁乡镇，甲咱讲大概11、2公尺。过一条马路，对面是鹿港国中，这边是福兴尺村。日本时代起造的尺村兼米架，在迄时来讲是相当有规模。这个规模说明当时的农业偌尼正发达。现主是尺村当地改建变新，要保留旧时代的气味，建立新时代的定位。咱总是仰望历史文化甲现代化，会当找到和谐，袂当头轻。鹿港甲福兴，日本时代拢属伫鹿港支厅，讲起来算是双生仔兄弟。这对历史上的双生仔，时代发展的命运煞完全无同。鹿港的大街小巷有岁月的脚印，台湾历史的缩影。福兴，予咱一种上新甲传统结合奇卡的气氛。福兴海边的大风车是新时代绿色能源的先锋。中华的风力发电，台湾第一，福兴占1分。当时，伊的风甲日头光，嘛为传统的手工面线带来上好的自然条件。80岁的老师傅有2个孙仔，甲伊做伴斗骹手。做面线是伊老练熟手的功夫，伊感觉这无啥，肯做甘愿做就好。讲到后生，甲伊身边斗做事的孙，伊就喙笑目笑，讲袂煞，就亲像福兴的日头光，光影烧落。大风车甲80岁的老师傅，一个新，一个传统，因拢属伫福兴。